謝安庭議員。多謝主席，各位議員。今日我發言嘅主題係希望當局積極治理通脹。你怕我怕個個怕，煙加酒加屋租加，呢個係許冠傑加價熱潮嘅歌詞，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。呢首歌係許冠傑1979年嘅作品，但係反映咗70年代末香港物價不斷膨脹嘅情形。冇諗到30年後嘅澳門，街市蔬菜、肉類加價，超級市場加價，茶餐廳加價，汽油加價，租金加價，可以話全部都係加價聲。喺今時今日無時無刻都係喺加價嘅通脹壓力下，消費物價指數不斷上升。根據統計局嘅資料顯示，消費物價指數由2003年嘅78.86升到2013年12月底嘅126.88，累計升幅已經達到60.9%，升幅確實係驚人，而且仲有持續上升嘅趨勢。居民日常生活個開支嘅增加，生活嘅壓力大增，通脹猛於虎，喺百物騰貴嘅今日，導致澳門居民財富嚴重縮水，尤其係年長嘅一輩工薪階層，由於佢哋年輕嘅時候工作嘅工資比較低，過去嘅積蓄落嚟嘅財富，尤其係現金，喺當下經濟急速增長而帶嚟高通脹環境下，會加速佢哋嘅耗盡。本來1分錢可以1分貨，但係高通脹膨脹嘅情況下，過去嘅1分錢而家只能買到半分貨。此外，同樣嘅貨物喺香港嘅超級市場或者係街市零售價，普遍比澳門嘅超級市場同埋街市平10%到50%不等。最近坊間更已經議論紛紛，有不少市民向我反映，隨着本地嘅通脹持續，物價不斷上漲，導致百物騰貴，直接削弱咗澳門人嘅購買力，實際生活水平亦隨之下降，尤其係低收入嘅家庭同埋弱勢社群。喺高通脹膨脹嘅持續高企環境下，佢哋嘅生活可想而知。持續嘅高漲問題喺澳門社會不能視而不見，亦不能不積極面對。有學者估算，本澳未來嘅通脹情況不容樂觀。特區政府應該持續高度關注通脹對廣大市民，尤其係弱勢社群嘅生活質素嘅影響。因此，本人希望特區政府促進長期性嘅制度有效運作嘅同時，不僅要採取紓困民生而被動應對嘅措施，更積極研究同埋治理，以保障民生嘅福祉。多謝。